美国职篮 NBA 金州勇士今天在上半场就攻下71分，最终以137-90击败夏洛特黄蜂，以1场胜差领先丹佛金块，稳住西区龙头的位置。科瑞、Stephen Curry 和汤普森 Klay Thompson 合力投进11记3分球，帮助勇士在科森斯 DeMarcus Cousins 因为第2节的故意犯规被赶出场的情况下，还能拿下胜利。勇士今天赢球，战绩52胜24败，金块则在主场意外败给华盛顿巫师，战绩51胜25败，这让勇士以1场胜差领先金块，在西区排名第1。两队接下来将在勇士主场正面交锋。勇士今天首节曾领先达10分，4节却面临失去科森斯带来的危机。勇士49-38领先时，库克 Quinn Cook 在3分线外出手，科森斯为和耶南葛梅兹 Willie Hernangomez 争抢篮板打了对方的头，库克虽然进球，但科森斯被赶出场。黄蜂40-52紧咬勇士之际，耶南葛梅兹罚进2球，再把落后差距缩小。但杜兰特 Kevin Durant 跳投得手，顶替科森斯的波格特 Andrew Bogut 也秀了一次空中接力灌篮，让勇士再把比分拉开，并在半场打完以71-49领先。勇士今天攻下137分，是黄蜂本季单场失分的最高纪录。科瑞今天整场比赛14次出手命中8球，3分球8投5中。汤普森今天全场16投9中，3分球9投6中，这让勇士今天投篮命中率高达60%， 3分球命中率更是惊人的36%。科瑞和汤普森此役各攻下25分与24分。库克今天从板凳出发，包括投进5记3分球在内，一共拿下21分，帮助勇士本季2度对上黄蜂都获得胜利。黄蜂今天投篮命中率仅3%53%，三分球命中率更低到只有2%5%。全队得分最高的是替补上场的耶南葛梅兹，他攻下22分。